韩国政府想要扩大招医学生，不过法院昨是驳回医界想要办车执行的上诉。政府讲，这明年扩大招生已经变作是定局，无可能改变啊。针对政府的态度，也有法院的判决，有一寡已经离开病院3个月的大医医师，因表示讲，未过考虑回去上班。南韩政府按算对2025年开始，大大增加2000个医学院的录取名额，引发医界强烈不满。2月到今，真侪医生用罢工、狮子等等的手段抗议。进前医界针对扩大招人的政策，向法院提出慢车执行的相关措施，不过在一审甲上诉当中，拢获法院驳回。 사법부의 현명한 판단에 깊이 감사드립니다. 아직 본안 소송이 남아 있습니다만 오늘 결정으로 정부가 추진해온 의대 증원과 의료 개혁이 큰 고비를 넘어설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. 这件诉讼是由18名南韩医学院的教授甲学生提出来。4月初，一审法院以申请人非当事人做理由来驳回。首尔高等法院16日判决指出，慢车扩大招人，可能会对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的政策不利，因此决定驳回。虽然医界表示会搁再上诉，不过分析普遍认为讲，明年医学院扩大招人是已经确定，然而政府也搁再呼吁罢工的医生回去工作。 전공의 여러분, 이제는 돌아오셔야 합니다. 사법부의 판단과 국민의 뜻에 따라 집단 행동을 멈추고 병원으로 복귀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. 의대생 여러분도 속히 학교 일상으로 돌아와 주시기 간곡히 부탁드립니다. 医学院教授按算后礼拜召开会议，重新制定明年度的招生计划。然而，各大病院的主要人力，也就是发动这届大规模离职抗议潮的大院医师，是对法院的判决无意外。虽望根据规定，大院医师若是离开受训的病院超过3个月，就要延后1年参加专科考试。真侪人有员讲，敢要回去病院，阁会继续观察。公司新闻，两岸编译。